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甲南投中兴生活美学协会来合作，推动着立工艺希望的工程。这个是互草屯伊甸基金会万吨天赛来体验着做手工艺趣味。 伊甸福利基金会草屯小作所的学生将工艺体验结合环保再生材料，甲无爱蚵仔壳透过技术磨做粉，加入石灰变做高水的红仔。脱模之后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接下来他们自己在做彩绘，再教他们手做。除了以工艺手作陪伴这群囡仔激发丰富的创作力，合作团金陵恒嘛带入音乐的力量。 他们就可以在这个互动中间得到他们身心灵上面的一个共鸣。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继续推动台湾立工艺希望工程，将工艺导入社会服务，变做一个陪伴的力量。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